嘉义县文化基金会最近伫埔子的双梅国小举办布袋戏艺术课程，对做翁仔开始到搬戏、留钢剪做伙学习，传承地方的文化。伊较好命，伊号做林家斌。我较歹命啦，我号做林君水。阿嬷用家己做的翁仔来编在地故事，台顶的是大演了真欢喜。台卡的囡仔嘛看啊笑嗨嗨。学到今仔日安尼心息啊，大家安尼笑咧，啊心头足开的，足欢喜的。互因会当感觉真欢喜，然后佫会当回想以前咱旧台湾的文化，五辈初遗失的故事。嘉义县文化基金会为着要推广在地艺术，邀请双门国小甲在地社区，毋但搬布袋戏，佫教因为头到尾做一set翁仔。既有的头发是用那个超轻粘土，超轻粘土的话是用面粉做的，所以会有蟑螂来吃。跟着这些社区的阿嬷们一起共学，那相信也是代间教育最好的一个演示。很多这种很古老的一些可爱一些民谣都会从这个老奶奶的这个嘴巴里面把它讲出来，然后小朋友可以学习。那小朋友借由这样子的活动，让他们可以认识掌中文化，让讲咱台湾的传统布袋戏水利队。目前因当咧练习要做伙搬一出戏，嘉义县文化基金会表示，透过这项活动，是大用趣味的方式分享过去生活的记忆，囡仔嘛伫学习地方文化的过程，体验传统的艺术技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